新竹市的北區甲香山區的公園呢，最近傳出原地負責外包的這個廠商漏跑去，地屬平常時只溝草甲清潔等等的工課呢，變做愛予公務人員來做，工課做袂煞，甚至閣傳出有2個人就愛負責5000外坪的公園的範圍。運動設施、遊樂器材要大片的草埔，這公園設施攏需要人長期照顧。不過，新竹市最近卻傳出原地市府委託廠商違反合約漏跑去，地屬所有的工課攏交予基層，24個人就要負責126個公園甲公共便所。有一些原本不是我們要做的，突然劃進來我們的工作區域，我覺得太不合理了。根本就做不完啊！做不完，你下面的盯下來，我們也沒辦法做多好啊。履約管理沒做好，廠商落跑普基層。時代力量新竹市議會黨團指出，以面積來講，平均一個人就要負責2個腳球場的範圍，市府根本就是咧刻薄基層。那我們可以看到範圍，特別像是機動組，它的範圍是北從機場、空軍基地，南到南18尖山、竹苗縣市交接，平均一個人要扛14處公園。這是一個合理的配置嗎？市府回應，因為原廠商走去，為確保公園維護，所以才是暫時先予基層負責，賣結合里長甲環保志工做伙協助，降低這段時間基層當然的壓力，賣閣再找廠商來負責。由養護工程處外勤同仁投入環境清潔，並結合里長、環保志工及市府相關開口契約廠商，共同維護公園環境。針對外界關心的人力調度，是否均依勞動契約辦理？相關工作內容皆屬契約的約定範圍。議員認為，雖然公園維護管理大部分攏是外包廠商，但廠商漏跑唔能害到基層公務員，這間廠商的員工也受害，要求市府應該掌握外包廠商的狀況，重視勞工權益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